三猴去挖转去交易坐，甲三人讲：真实的临时有状况，免怪伊。咱拄则讲到倒位？即阵阿明的喙皮伫三猴离开交易的时，已经互阿峰念甲红讲过，知影袂当阁加讲话，点点拢无出声。阿龙就甲要去南岛拍歹人的代志，详细讲互三猴听。三猴哪听哪泡茶相请，阿龙嘛甲糯米丸仔摕出来做淡散。三猴食着介介意，学了介得志，食着好米心花开，代志就好处理。佮问阿龙因爱去到倒位才有通买。阿峰应讲：红红酒楼已经有在试做试卖，完说搁再来嘛会吹煞到港岛这边。三猴真欢喜，讲：我感觉三位要做的代志，介有意义。船的代志，我会当斗相听。我嘛有在做进出口的生意，南岛这条线若拍会通，凡世嘛有新的买卖通做。即马嘛要暗仔，咱换所在，暗顿互我请，咱搁继续讲。就安尼，四个人离开公司，三猴带头，无偌久就行到一间饭店。三猴直直行去柜台，掌柜的看到，随来招呼：三猴党诶，欢迎欢迎，带人起来食饭吼。嘿，阮先去包厢，酒菜互你发落就好。应讲：无问题，随处理。三猴就直接带阿龙因三个人去包厢坐。坐好势了后，无偌久，两个走道的就入来包厢内款碗池、倒烧茶伺候，骹手马掠，各有礼数，工课做煞就离开。搁过无偌久，酒菜就一出一出捧上桌，服务甲真周至。三猴笑笑讲：我不是来交关，是因的大主顾，因袂互我漏气啦。来，大家酒菜尽量用，莫细字。就安尼，四个人也讲要去南岛的代志，嘛画愈图深色的见闻，气氛真好。三猴讲要出海爱等2天，船是有，毋过要出海有真济哩哩酷酷的代志爱准备，叫阿龙三人先伫港岛观光佚佗。阿峰讲：既然爱伫港岛加住2日，我伫路呢拍到一只鹿仔，角真水。毋知三猴党的敢有熟悉的师傅，我想要刻一支鹿角粉吹。三猴应讲：小可代志，明仔日就叫德啊带恁去。毋过讲到风吹，我少年时球队的教练嘛不是教一支风吹啊，真怀念呢。阿峰啊，想到三猴公司囥介济捌搭含手套，心内想讲：敢会遐拄好？问三猴。你较早拍啥物球？三猴应讲：野球啊，阮迄阵比赛阁捌摕过头名咧。阿峰应讲：哎，阁有影遐拄好？你敢是清华？三猴踹一条。你哪会知？阿峰应讲：我拄看到你，就感觉你熟悉面熟悉面。不过你的穿插打扮，拢和少年时差伤济啊。头毛变一款，面阁加一期。我一时嘛无法度甲你甲清华斗起来。你敢知影我是啥？三猴甲乌人目镜拔落来，掠阿峰真相，想一阵仔了，才开嘴问讲：你敢是铁家？阿峰应讲：对，我就是铁家。唉，迄年热天，
地狗叫我迄球遐完美，你安怎有才调拍着？你敢知影我为着迄球练偌久？你实在有够敖！三猴应讲：摇着，哈？三猴继续佫讲：就是你投球伤完美，球咧走的球路拢相像，最后迄球要决输赢。我约你会投你上有把握的球路，马达就为球会经过的所在带来抹出去，无去误去互我抄着。这完全是运气，毋是我的实力。迄球的速度伤紧，我根本都看袂清楚。阿峰听到了后，无奈闷笑。伤完美，煞颠倒败害，命啦！毋过，阿峰心内立即真久的毋甘愿，伫即时煞亲像杯仔内的冰角共款，样甲无影无热。阿峰甲三猴因两个共故乡，佮拢有拍野球的经验，两人相认了后，讲话佮愈投机。四个人就安尼一直开讲到饭店要收啊，佮讲无啥会够气。不过时间庄然就已经真晚，四个人才无介情愿安尼转去休困。过顿工，德啊真早就来客店等阿龙因，等甲阿龙因三人款好势，就带因四界去。好耍的、好食的、趣味的，逐项都有。行到倒位，都有一趴故事通听，佮讲甲真心实，根本就亲像普罗的导游。阿龙学了德啊敖讲话，喙水真好。德啊应讲。自细汉就伫家里讨食，水水若歹，较歹过日。咧讲的时笑笑啊，敢若在讲别人的代志共款。阿龙雄雄煞毋知爱安怎应，转头咧咧继续行，还佫好，过无偌久，四个人又佫行到要停骹的所在，德啊，就继续小解即只的故事。即天一直到阿龙因三人耍甲忝啊，才转去客店休困。过过顿工，嘛共款是德啊来带路交代。迄日观光要结束的时，德啊吩咐三个人明仔载早起食饱就要出海，行李就先款好好势，伊早早就会来客店带因去坐船。过顿工，阿龙因三人真早就精神，行李款便便，早顿嘛食，坐伫客店大厅，在等德啊来带路。无偌久，德啊嘛到位，四个人就安尼对港口行去。行到港边，三猴甲水泉伯啊已经伫船边在等。船啊是木造篷船，中半毋是介大只。有一寡水手甲码头工人行出行入，得款要上船的食米、用品、货米等等的物件，无用试查。阿龙因四个人嘛行去甲三猴徛做阵开讲，小姐问了后，三猴讲：这位是水泉伯啊，恁真正捌见过面啊？伊是船长，恁有啥毋捌的？会当请教伊。阿龙因三人惊一条，本底拢掠准水泉伯啊是一个好心的老大人尔，无想到讲伊竟然是船长遮厉害的卡潲。水泉伯啊开喙讲：阿峰，你互我的分尸袂歹食，内行的。我较等的若有用，嘛摕我家己咧用的，分你食看卖咧。讲煞，就先上船监督。阿龙因一群人搁讲无偌久，工人已经无用煞。水泉伯啊，伫船顶喊讲：等下，款好势啊！这时，
三猴讲：对啊，我出海的时，公司的代志都互你烦恼、拍拍，凡事都细字。对啊，应好。三猴佫讲：安尼各位，请上船，咱要出海啊！讲煞，家己嘛上船。这时，阿龙三人共声讲：你嘛要去？三猴大声笑，讲：遮趣味的代志，我哪会当对无着阵？何况要开发新市场，我家己去上放心啦。